今次好開心啦！咁第一次可以參加基緊30嘅即係基緊之星，咁可以同宣明會一齊去到探訪一啲飢餓嘅兒童。因為出發之前啱啱睇咗一個新聞節目，就係真係講柬埔寨嘅兒童嘅問題。睇完之後，即係個心都好痛，所以都好期待今次去到，除咗話真係將我哋帶俾佢哋嘅嘢送到過去佢哋手上之外，其實希望拎翻嚟嘅係更加重要，可以影響到更多人。講起柬埔寨，大家可能都記得佢嘅赤柬戰爭，持續嘅內戰令柬埔寨成為全球其中一個最貧窮同埋發展最緩慢嘅國家。全國接近1/4人口每日只係靠少於港幣10蚊過活。搭咗2個幾鐘頭飛機，終於嚟到柬埔寨。而家全球嘅飢餓人口數目係有8.7億，即係每8個人裏邊就有1個夜晚黑冇飽飯食。而喺柬埔寨呢度咧，有15至到24% 人口長期處於營養不良同埋食唔飽。當中問題最嚴重當然係小朋友啦，每1000個小朋友入邊咧就有51個因為營養不良引起相關嘅疾病咧，全部都係會活唔過5歲嘅。我哋探訪嘅貧困家庭雖然勉強買到米飯，但就負擔唔到其他營養食物。好似呢一個家庭，婆婆每日都要帶住細路仔去到田裏面揾啲好細嘅蟹仔嚟到做餸。令人心痛嘅係呢一種揾到乜就食乜嘅情況，係好多貧困家庭每日嘅寫照。我哋再去探訪5歲順西嘅一家，呢一碗水汪汪嘅湯已經係佢哋一家8口唯一嘅餸。我同麻利而家咧就喺度同佢哋一齊食緊飯，咁就見到佢哋咧，佢哋食緊嘅餸菜咧，淨得好簡單嘅湯，同埋好少嘅飯，但係咁多兄弟姊妹就要一齊食。可能你會覺得其實會有米飯係咪都已經唔錯呢？但其實小朋友嘅成長，如果食飯呢，對於本地要勞力去活動嘅人嚟講呢，飯只係能夠提供熱量，咁其他營養係完全冇辦法吸收，因為個湯入邊只係得青木瓜同埋媽咪捉到好細條嘅魚，咁但係就已經係一家咁多人嘅食物啦。同埋咧睇到阿哥啦，其實佢已經15歲，但係完全唔係我哋香港人應有嘅身高嚟。你睇佢就知道佢係唔夠營養去成長。順西同佢哥哥嘅生活比我想象中更加辛苦，因為冇嘢食，兩兄弟經常要去到泥塘入面捉魚，但係揾到嘅就只係得呢一種魚毛，已經食唔飽。但係由於屋企冇清潔嘅食水，兩兄弟年紀少少，已經要負責擔水返屋企。頭先我同麻利咧就同孫生同埋佢哥哥咧就由佢哋屋企行咗差唔多5至10分鐘嘅路程，就嚟到後邊啲口井嗰度打水嘅。咁我哋沿途嚟嘅時候，所有嗰啲草咧全部都係已經乾到好硬。咁我哋沿途行嘅時候，佢哋仲要係赤腳咁樣行過嚟，而我哋頭先着鞋都已經覺得條路係好難行嘅。孫生得5歲，要佢行過嚟，其實仲要孭住啲水係好辛苦嘅一件事。哇，好辛苦嘅啫。沉重嘅除咗係順西嘅水桶，仲有佢嘅生活擔子。如果我哋唔幫手，佢哋又點可以健康成長呢？